看来有用。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？明日午时。日轩，太好了，我还活着。我以为我这次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傻瓜，你当然还活着。你还欠我很多债没有还，我要罚你陪我一辈子。我听到了你的声音，是你的声音救了我。那你都梦到了些什么？我梦见是水红颜的诅咒之地，它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不怕，我会一直守着你的。可是我还是要再回去，我必须要彻底打败它，才能解开这个诅咒。小师妹，师姐。从我跟日轩离开扬州到达京城，差不多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而杀人事件是从1个月之前开始的。当时我跟日轩刚刚抵达京城附近，那时我刚好完成逝水红颜的传承不久，极度渴望鲜血。而在那一天，我顺着血腥的味道走到了一具尸体的旁边，刚好被那些村民和二师兄发现，就被他们误以为我是凶手。当时我离开月影还不到1盏茶的时间，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杀人吸血。再后来，我们入了京城，竟然发现朝廷的人已经知道我被逝水红颜传承的事情。舅舅迫于压力，只好派人暗中追杀我，免得我祸害百姓。后来又在很多地方都有杀人案件，不一而足，所有死去的人都会留下血书，上面写着苏冉冉杀我。也就是说，在你们回京之前，已经有人刻意把逝水红颜的事情告诉了朝廷，而朝廷怕事情越闹越大，引起百姓恐慌，所以一边派人拼命地追杀你们，一边又拼命地压住这些事情。但是越是压，凶手反而越是肆无忌惮，越把恐慌传给更多的人。等到所有人的情绪都要崩溃的时候，朝廷就必须要给百姓一个交代，而苏家也要给百姓一个交代。后来他又摄魂了几名死去女子的亲人，让他们火烧苏府，还差人通知我，让我赶紧回去，害得我差点杀了人。幸好秦朗大哥及时赶到，才没有让我酿成大祸。冉冉，对不起。师姐，你别担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青天姐姐，挽回这一切的。这不是你的错。叶青天杀人的间隔时间为什么会越来越短？先是30日前，20日前，15日前，12日前，10日前，接下来每天都会有死亡的女子，而且数量在递增。我猜，他除了要嫁祸妹妹之外，一定还有其他的目的。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目的。我不是说在我办案的时候不要来打扰我吗？秦朗，是我。冉冉，你怎么来了？秦朗，我的病在慢慢的好转，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好的。
我真的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之前对我一路的照顾，还有，谢谢你前几天顶住压力帮我撤销了通缉令，让我不至于像惊弓之鸟一样东躲西藏的。再就是，谢谢你为了还我清白，夙兴夜寐的，天天想着替我找到真凶。我只是做我愿意做的事情，你不必挂在心上。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过来？他呢？当然不是我一个人，只不过我让他在外面等着我罢了。晴朗大哥，我有一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知道该怎么抓住真凶了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，你们照做就是了。告辞。二位不送，夫人快去，走。女儿，娘，怎么了？不要多问了，快跟娘走。哦，走。你们家年轻的女眷，今天府上来了人，把小姐他们都带走了。为什么要带走他们？说是要集中起来避难，不让逝水红颜找到。那他们说在什么地方了吗？好像是在洪福酒楼。啊！不就是逼我现身吗？好。里面的人就是苏府千金苏冉冉，没错，是他。咱们大人怎么想的？大人说了，真的凶手不是他，另有其人。大人今天晚上就要捉拿凶手归案了。可也没见大人有什么大动作呀。我们管那么多干嘛呀？大人说了，抓到凶手他就是功臣，抓不到他就得去皇上那儿领罪。我们好好把风，别管了。也是，啊。谢谢大家。别喝了，你身体不好。没事，会好的。师姐，一会儿青天姐姐来了，我们好好劝劝她。他一定会收手的，你别难过了。师姐，没事的，小师妹。
哎，这什么呀？血？来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终于来了！闭嘴！我不是你姐姐，我是被抛弃的叶青天。不，你不是叶青天，你叫杜瑶雪，你有家人，你是我姐姐。倘若我是杜瑶雪，我爹为何闭关不见我？哼，莫非他根本就不在乎我这个女儿？爹他已经过世了，他死了，他到死都没有见到你。姐姐，如今我只剩下你了，我们回太乙山吧。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我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。不要过来，姐姐。姚兵，师姐，你带姚兵赶快走。月影，月影，手下留情。叶青天，你到底想怎样？苏冉冉，3天之后我会再来找你的。金冷，月影就先交给你了。收手吧。收手？哼，日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哪里不好，要你像别人一样不爱我？够了！你追我到这里，不就是因为他吗？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你根本就不是逝水红颜的传承人，修炼摄魂大法对你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负担。如果你能够自废武功，根本不需要杀人吸血。回头？说的轻松，我现在还有回头的余地吗？只要你愿意。那你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我们重回岳灵宫，不再过问世事。哪怕你不娶我、不爱我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只要每天都能看到你。我不可能离开他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劝我回头？这么说，
小冉冉确实不是逝水红颜，凶手另有其人。最近离奇死亡的那些人，也都不是小冉冉所做，而是一个叫叶青天的女人所为。没错。你确定？如若欺君，可是杀头大罪。确定。可有证据？人证物证，我这里全部都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这就去找圣上复命。小冉冉终于可以洗脱罪名了。我要圣上不要再想着追杀小冉冉了。好啊，她可是我的宝贝儿媳妇儿啊。妹妹终于回来了！冉冉，妹妹，冉冉，冉冉终于回来了。女儿终于回到你的身边。冉冉，妹妹，妹妹总算没事。冉冉。妹妹，你这回可真是受了大苦了。有日轩陪着我，这些都不要紧的。而且最难过的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以后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。表姐的方法又这么有效，你们看我的脸色是不是好多啦？妹妹，哥哥要是能带你受苦，那该多好啊！七哥，大人、夫人，娄轩今日前来是想跟二老确认一下我跟冉冉的婚事。不日，我会正式带领娄家堡的人前来下聘，还望二位能够成全我跟冉冉。你对冉冉的情深意重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只是这事情好不容易才告一段落，你让我这个时候把冉冉嫁到你们娄家，我舍不得。你们这一路走来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老吴也跟我们俩说了你们的事。虽然我不希望冉冉涉足于江湖，但是你们真心相爱，我也就没什么大的意见。所以这婚事，我们应了。你看起来不一样了。你死了，死人是伤害不了我的。可是我的传承还在你的身上，只要逝水红颜的传承代代相传，我就是永生的。那我就让你的传承终结在我的身上。你为什么要抵抗啊？这是你的宿命。逝水红颜的咒术是这世上至高无上的法术，它会让你不老不死，会让你长生不老，会让你家喻人心。而且，这个地方是你永远的秘密之地。不，这是我的梦境。不，这是你的心境。如果是我的心境，那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？如果我真的是逝水红颜，那么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在这里，你是伤害不了我的。要不要试试看？
多少遗憾都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是亦难，想念何以堪？落灯的东去，火畔的春来，蓦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是亦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，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。